我们现在来到的这边是我们已经155年的有机野放的茶园。但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茶树跟一般看到的不一样，它是完全这么高的。一般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到腰间或是到膝盖，那我们这个是完全让它野放，让它自然生长。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特别，它叫做清新甘仔种。它这个是每7天就要采收一次。这个就是茶啊。这个绿色的这个，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心，然后2个叶子。对。你们茶树真的是很高呢。对，所以像这种那么高的，我们通常都是要架着梯子去采它，而且一棵茶树可以采摘的一心而也不多。所以你们也没办法机械化，对不对？没有办法，它这个品种它很特别，就是它只能手工采摘。对，而且它7天就要采收一次。对，这个就是穿山甲他们挖的洞，因为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蚂蚁。那我们茶园里面会有很多的生态，包括蚂蚁是其中一个，然后他们就是会到处挖洞去找寻他们的食物。左没几步就一个，对，这边还2个。对啊，这边就是我们的茶园了。这边是我们茶园之一。这边茶园它比较特别，是我们双胞胎儿子在他们12岁的时候，2兄弟种植的这个地方。印象最深刻，我们有拍到白色的蓝雀。对，然后还有拍到很多微距，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昆虫，都很漂亮，都很鲜艳。我们全家人都喜欢摄影，所以我们就可以到处去拍照，就是闲暇之余有空的话就去拍照。拍到什么？刚刚拍到那个有一只鹅，水滴，蛮多的，还有它头上也有。对啊，对啊，还有锯齿。对，然后这是它的眼睛嘛，复眼嘛，复眼。来，你采茶。我觉得你每次都把我采得很奇怪。啊，莲花指。这边是要脱鞋的。对，这边我们一定要脱鞋，因为这样子才会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我们刚刚采完了茶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把它倒在我们的竹架粒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让它进行萎凋的部分。萎凋就是我们要让采摘下来的这个茶叶，它的水分就是透过这样子，然后让它慢慢的散失，因为茶叶的水分含量不可以太高。那这边就是我们在做食农教育的一个场域。那尤其像是这一面墙，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他很知道所谓的有机农产品或者是有机的这个概念，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有机农产品，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然后让消费者很明确的知道说他买到的商品是不是有机的。来，欢迎。我们的茶因为是完全野放的，所以它其实每一口喝到的风味都会随着温度不一样，产生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希望我们周遭亲朋好友，包括我们的客人喝到的都是健康、安全，然后是有机的茶叶。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共同经营这个155年的传承期待的有机茶园。所以最幸福的就是全家人一起做对的事情。